今仔日8月14，也就是国际慰安妇纪念日。民间团体是指出讲，伫网络调查呢，其实有超过70%的民众拢是对课本来了解到慰安妇这个议题，希望政府会使修订课本来呈现较完整的历史真相。另外，伊嘛希望讲会当来成立这妇女的人权博物馆，让民众伫和平的时阵会当培养到正确的性别观念。疫情结束到今已经80年，慰安妇议题也有真侪需要讨论。8月14是国际慰安妇纪念日，有民间团体去做网络调查，发现有超过70%的民众拢是透过课本来了解慰安妇的代志，但是课本的内容却真无完整。民团除了呼吁政府爱修订课本，让学生对慰安妇的历史有正确的了解，也建议把慰安妇证明做军事性奴隶。108课纲应该要加入慰安妇，也就是军事性奴隶的主题，而非只是在说明栏里面。每一位学生都有权利知道历史真相，并且获得正确的女性人权教育。民间团体嘛表示，现代伫咧国际上发生的战争，女性受到性暴力的状况嘛真侪，所以妇女团体嘛建议台湾政府要成立妇女人权博物馆，若是要呈现历史，嘛要让民众伫和平的时阵培养正确的性别观念。我想要呼吁的，也就是国家性别人权、妇女的人权博物馆的一个成立，让大家能够去看、去了解所有的文物全部呈现在那里，让你能够亲身感受到战争的残酷。看到那些的女性、小孩的受害。民间团体指出，历史的伤痕未因为时间消失，政府要针对慰安妇这个议题，提供完整的历史和性别观念的教育，每一代台湾人拢知影这个议题，和历史的悲剧莫阁重演。记者桂宗林、曾春佑台北报道。